之前受到莫拉克风灾嘅影响，屏东各数位座位受到过大嘅损害，唔单止过多座位人路打开呛呛嘅，在暑期也慢嚟去增压，讲讲座位嘅产量短期内突然增加。结果三卖唔出去，各数农费路家庭要用山体驾驶来刺激批售嘅方式，希望用个油费嘅驾驶来增加销售量。太水大高的座位员，座位数需要会抢的，就算是晚上的座位也是发育不良。假使加上粮食、农舍以及周边的设施，一甲天的座位员损失超过8个万。家己100多万啦，两站的饼啊，拢总互水流也挂，今年无通啊4万的啦。无盆水大多的座位员，下床也唔免改好，满天路喺农民节下嘅灭族。因为莫拉克风灾嘅时节多喺开花期，风雨破坏嘅灭族嘅成长，唔单止采收期而延后，产量也受到影响。甘肃嘅差唔多1/3啊，因为如一件变时啦，都一个苏醒啦，调过咗啦，都变啊都甘一件有1/3系啦。灭族延后采收，一天要搓成3期铁锅10种，为了预防灭族卖唔出去，各数农会除了计划单去台北果菜棚卖市场以外，还打算用山体的驾驶来直接批送，希望安尼做得整齐到大型的订单，来消化短期大量增加的产量。我们也希望说，国内的大企业能够支持这一次哈，我们在这一次就把这个量呢分散一下，不要给农民说在这个集中的时候太滞销的情形。各数灭族虽然受到风雨嘅破坏，不过品质无受到影响。根据甜土嘅监测，最新一批嘅灭族已经有15土嘅水准。各数农会除了要消费者放心享用以外，也呼吁全国的民众多多支持各数灭族，帮助农民度过夜白嘅难关。客家新闻陈文林屏东报道。